大家留意啦，咁喺外邊排晒長龍都要食到嘅鹽焗乳鴿，喺屋企點樣可以做到鹹香入味又爆晒汁嘅效果呢？其實做法就好簡單嘅，只要一個電飯煲，10零分鐘咧就可以輕鬆搞掂。按照我嘅方法做保證唔會失敗。鹽焗乳鴿嘅食材選擇好關鍵，最好咧揀3日左右嘅乳鴿，呢種乳鴿咧更加容易入味，肉質鮮嫩多汁嘅。首先咧喺乳鴿皮表面撒少少鹽同埋高度白酒，用手捽一捽佢。鹽同埋白酒可以有效咁去除乳鴿嘅啲腥味，捽完之後咧用水清洗乾淨，放入呢個大碗裏邊。跟住落嚟嘅步驟好關鍵啦，大家一定要注意睇下，用呢個100度嘅開水慢慢咁淋喺乳鴿皮上面，俾啲表皮收縮變得緊實。咁樣做唔單止容易上色，仲可以俾乳鴿皮更加脆爽啊！咁飛水之後咧，將乳鴿撈出嚟，烘乾水分，加50克嘅生抽提鮮，10克嘅老抽上色。再倒一包呢個五指毛桃鹽焗粉，呢種粉係用五指毛桃研磨而成嘅，香味濃郁，可以令乳鴿色澤金黃，鹹香入味。我已經擺喺視頻嘅左下方啦，有需要嘅自己去睇下。最後淋一圈呢個花生油鎖住水分，擠半個檸檬汁街殼嘅廣東米酒，將料汁裏外都要塗抹到位均勻塗抹均勻佢。如果想乳鴿爆汁嘅話，記得喺個肚裏面咧放少少料汁醃製佢半個鐘。我每日都喺度分享簡單而健康嘅家常菜，如果中意嘅話咧，可以點翻個小紅心關注一下。唔該晒大家電飯煲底咧鋪上薑片、蔥段同埋洋蔥絲，既可以增香，又可以防止黐底。放入醃製好嘅乳鴿，剩低啲料汁全部倒埋落去，冚翻個蓋。整個過程唔好加水唔係嘅話咧味道會變淡。冚好蓋之後咧就煮飯模式啦，30分鐘就可以有得食啦。時間一到，打開個蓋香氣撲鼻，乳鴿顏色靚仔。撕開之後啲汁水係爆晒出嚟嘅，連骨頭都係香嘅。大人細路仔都爭住嚟食，學識嘅朋友快啲去試一試啦。最後唔好忘記點讚加關注啦。